今天终于能吃到这么大的牛头了，大爷，我惦记好久都想吃的。那肯定的，大爷，这么大牛头保证吃得过瘾，今天可有口福。你喜欢吃它的哪一部分？我喜欢这耳朵。走。这个烧毛的味道很香了。对对，说的也更像了，大爷。哎，可以搞了，大爷。呦。可以了，大爷，可以了。走，去洗干净。好了。孩子，宰的哪个牛？不是自己的，爷爷，刚才邻居宰了个羊，把这个牛头给我的。自己的牛不要随便宰，孩子。好，爷爷。大爷，你去找个柴火。好。大爷换好了，哎，我来，大爷。大爷，我想买一辆车，不知道去哪里买，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？买车？你发财了呀？去城里也不太方便，所以想买一辆车。要不你上瓜子二手市买吧，我朋友买了一辆特斯拉才9.9万，瓜子有上万带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这么方便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，总之买二手车，瓜子更靠谱。大爷，来换个水，开锅。孩子，熟了没有？还得2个小时，爷爷还没熟。孩子，这个头太大了，我去找邻居一起去。好，爷爷，那你去吧。大爷，不要找别人，我们3个能吃得完。没事，我给你多一点，几个人都可以吃呢，你放心。好。大哥。吃的太好了，第一次做这么大的牛头。哇，说的真软。别吃吗，大爷？别急，别急，还有放酱料。好，别急，快点。哇！来，爷爷，第一个你吃吧。来，爷爷吃吧。好。哇，真好吃！来，爷爷，这太软了，别烫手。
来，大爷吃耳朵，以后听话啊！吃耳朵以后听话。好。好吃吗？非常好吃。这个是我最爱吃的。我先吃。قناة اللي كانت لي قناة لي عجوز مساقيات برجاي吃多可以吗，爷爷？可以。来吃多。我也喜欢吃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啊，凉凉酸酸的，真舒服。这个宝贝可以，还有没有？有，来，来，倒一点，给你倒一点。